你有冇試過覺得自己被世界孤立，面對無數誤解，心灰意冷到想放棄？呢種深沉嘅絕望，真係無法擺脫嘅命運？定係我哋嘅目光，只係被眼前嘅困境蒙蔽，睇唔到背後嘅光芒？人嘅灰心同有限嘅智慧，的確好容易令人睇唔清前路。但係，神嘅計劃同佢嘅全能，從來都唔會被任何事物阻礙。佢嘅承諾堅定不移，超越所有理性。正如聖經清晰地宣告：我要救贖你們，出埃及記錄比錄。呢個係對每一個靈魂嘅永恆呼喚。呢份應許唔單止係口頭話語，更係一份源於無限之愛嘅神聖行動。神會用佢無邊嘅大能，將你從一切束縛中釋放，帶你進入真正的平安與盼望。佢嘅信實係你人生無論去到幾低谷，都絕對可以依靠嘅最終力量。愛永遠喺度。